我唔只係為咗興趣而學，我係為咗將來有得選擇更加好嘅感情關係同工作圈子而上堂。上個月咧就參加咗 Jack 哥嘅數字能量學精華班，我發現原來電話號碼係可以睇到晒一個人感情嘅運勢、工作財運、健康狀況同埋同屋企人嘅關係。依家學完之後，只係需要10秒就知道一個人嘅性格。之前有個朋友話想買中價首飾，我幫佢簡單分析咗電話號碼啦。佢屬於保守型嗰啲，如果有大好機會喺面前呢，都會左諗右諗，錯失機會嘅。我建議佢先去改咗電話號碼，即時解決佢事業停滯嘅問題先，之後再鼓勵佢將大目標拆成小步驟，一小步咁行動，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。依家佢每個月都有額外4位數被動收入，唔知如果大家都學埋一份嘅話，我真係唔知會有幾大轉變，但我相信係會越嚟越好。而且依家有好多門派去講嘅，但係 Jack 師傅教嘅呢一套方法已經喺2006年開始用，佢整合咗19年嘅數據，分析咗唔同號碼組合對唔同方面嘅影響。如果你都想 fight for your life，底下留言 fight，我就將呢個班嘅資料分享俾你。